至八會新春團拜繼續八卦，林建明有感而發送祝福。至八會成員汪明荃、林建明、毛舜筠、鍾慧冰、江欣燕、施慧珍舉行新春團拜，鄭裕玲、曾華倩等成員缺席，大家各自喺社交平台發文同埋送上祝福。汪阿姐祝各姊妹精神奕奕、身體健康。毛舜筠表示一直各有各忙，終於能夠相聚。喜見姊妹們仍然健康美麗。大姐明透露喺過去一年，各人身體上分別都有一啲嘅動盪，幸運嘅一一戰勝，並表示佢哋會繼續互助互愛，笑口常開，身心健康。當然亦都可以繼續八卦。至八會成立於1996年，期間有人加入，亦都有人被踢出會。各姊妹多年嚟成日都會開心相聚。姜濤抵英大批嘅粉絲接機，主動收信收禮物，勁窩心。姜濤琴日由香港啟程到英國，為佢嘅個人巡迴演唱會作最後準備。今日凌晨，姜濤喺社交網上載抵達英國機場嘅短片，向當地粉絲打招呼，徒步平安。跟上機嘅時候一樣，身穿卡其色長款乾濕褸，搭配同色帽同黑色口罩嘅姜濤，豪踏出底部大堂，即獲大批早已在場守候多時嘅粉絲舉牌歡迎，並係熱情湧上前迎接。然後沿途主動伸手去接粉絲信同埋禮物，非常窩心。倫敦係今次巡演嘅首站，將於當地時間3月13號晚喺溫布萊體育館舉行。門票票價由78英鎊至228英鎊，分為6種唔同價錢。